提到了花莲县的富里乡是整个花东纵谷的中心点，气候温和，种出来的稻米也特别的 Q 软。在这里有一家100年的碾米厂，超过100年的历史。本着客家人不忘本的精神，他们把米加入了花布包装，让消费者即使是吃的是白米，都能够感受到浓浓的客家风情。花莲县富里乡是花东纵谷的中心点，100年历史的碾米厂就在这里生根茁壮。轰隆隆的声响，大型机具运作，6道程序，稻谷脱壳成了白米。碾制白米的程序里面，它会渐渐碾白。碾米厂传到了第4代了，由老板宋红林来管理，每个步骤仔细检查，不能够让 NG 米过关。谨慎的态度，打造出让日本天皇都称赞的玉皇米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一般我们那个平常的冷藏仓库，常常看到的是冷藏桶啊。那冷藏桶它所有的稻谷放进去以后，它如果再做履历编号，我请问那个农民是谁？栽种出来的米，它的溯源要从哪里做根据？米的好品质从稻米一进门就要开始管控。在恒温的仓库用了真空包装，防止受潮，还附了产品履历，证明每一粒米都来自花莲。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这种方式。目前台湾我知道的，应该就只有我们公司这样子做。老米厂重管理，也懂得创新，客家人不忘本的心，加进对稻米的感情力。真空的白米被放进花布包装里。客家人其本身其愛有一隻發揮到客家人嘅基本精神，所以講，所有嘅包裝地位都含有老台嘅客家人嘅文化意識在內。来到花東的話，盡量選擇花東。碾米廠傳承到第4代，連第5代都準備上線。守成之外，還嘗試擴展新客源。開餐廳讓顧客現場品嘗，當生米煮成熟飯是另一種體驗行銷。客人一吃，結果他就說他還要吃不飽，結果我們就乾脆就一份客餐49塊，加飯免錢，讓你吃到你爽。客家人的實在加上現代化的管理，讓100年碾米廠屹立不搖，口碑更勝以往。東里碾米廠的故事還要延續到下一個世紀。玉皇讚譽，後山米桂冠加持，100年米廠用心，5代傳承的堅持，米飯飄香時，品嘗感動時刻。